Android 手機嘅第一個王者 HTC， 08年幫 Google 打造第一部 Android 手機 G1， 設計出備受讚嘆嘅 HTC Sense 界面。11年手機嘅出貨量仲高過 Apple， 嗰個年代 HTC 幾乎係 Android 嘅代名詞。時至今日，點解會近乎銷聲匿跡？HTC 原本係一間代工廠，幫 Compaq、HP 生產 PDA， 令佢累積咗硬件功力同研發能力。所以當智能手機時代嚟臨，佢好快成為 Android 陣營嘅技術先鋒。13年嘅 HTC One M7 全金屬一體化嘅機身，時至今日仍然係經典。嗰時可以叫做最頂級嘅 Android 機王。但坐喺王座上嘅 HTC 好快發現佢陷入咗策略困境。向上望，見到無法撼動嘅白色巨塔 Apple， 封閉嘅生態加埋消費者體驗，有住超強品牌溢價嘅 iPhone 打動咗好多人。向下望，一片更加恐怖嘅紅色海洋，以小米、華為為首嘅新興品牌，佢哋用高性價比、龐大嘅營銷預算霸佔咗中低端嘅市場。呢種進退兩難嘅局面，就係管理學大師 Michael Porter 提出嘅經典策略陷阱，夾喺中間。一間公司如果喺高端市場做唔到真正嘅差異化，建立唔到品牌溢價，同時喺大眾市場又做唔到成本領先，冇價格優勢，咁佢就會被上下夾擊，失去自己嘅生存空間。為咗突圍 ，HTC 開始瘋狂咁嘗試推出個相機手機、音樂手機，甚至 Facebook 手機。但係呢啲嘗試反而令到自己嘅品牌定位越嚟越模糊，消費者開始搞唔清楚 HTC 究竟代表緊啲乜嘢。佢曾經最引以為傲嘅創新同設計感，慢慢被稀釋，變成咗一個冇乜記憶點嘅普通 Android 手機品牌。HTC 嘅困境可以點樣解決呢？一係喺極細分嘅領域提供市場上最優質、最獨特嘅產品或者服務，建立你嘅品牌溢價，成為小眾心目中嘅 Apple。一係咧就徹底改革你嘅成本結構，用最高效率提供市場上最實惠、最具性價比嘅選擇，成為大眾市場上嘅小米。最危險嘅係兩頭唔到岸，因為喺今日嘅市場，普通就等於死亡。多謝收睇，我哋下集再見。